畫 NaCl 呢粒嘢嘅 unit cell 啦 ，OK。咁我哋咧先架構咁，我黑點同白點冇所謂，基本上咁我而家叻啦，黑點為咩咧？黑點為 Na+iron 啦，白點咧就係 Cl-iron 啦 ，OK。咁我要做嘅係乜嘢咧？要做嘅就係咁喺呢度起一個咩咧？起一個 cubic 出嚟先。我即係 A 之前你計嗰個嚟嘅，所以錯。盡量畫大啲啦。咁就我唔應該鬧你，我講道理。咁你個點字咁樣搏嘅時候，如果係咁就唔應該鬧你，咁又唔關低級高級嘅事啦。咁啊同低級。cubic 出嚟啦，得唔得？咁起完 cubic 之後未完啫喎，點解咧？因為咧要你畫埋咧後邊嗰層 layer 嘅，喺後面嘅 layer 咧，咁我哋會用咩表示咧？用虛線表示 ，OK。咁我哋喺度畫落嚟啦。咁我哋叫靚仔啦。跟住之後咧，因為咧 necessary 要求你去畫4楷嘢，咁你將呢度分開4楷啦，一個拼1、2啦，呢度又係啦，1啦，2啦，1啦。2啦，分完前面喎，分後面喎，用虛線啊，記住。呢度又有個拼啦，呢度又有個拼啦，連住上面啦。呢度攞2個。係啦，咁樣啦，咁你就解決咗啦 ，OK。每一個拼都係解開4楷嘅，前面嗰 layer 又係後邊嗰 layer 又係。然之後你要做嘅嘢就係乜嘢咧？就係將呢啲咁嘅黑白點咧擺翻上去啦。咁我求其揾一點嚟做開波 OK 啦，呢一度。咁我呢一點就黑點啦 ，OK。咁記住啦，佢有線嘅部分咧就係佢嘅鄰居嚟嘅，咁佢嘅鄰居咧就係同佢相反點嘅，咁我畫咗黑點，我就要擺白點落去，呢一個係白點啦，白點啦，白點啦，白點啦 ，OK。咁雙鄰咧又要有你喎，佢沿住條線隔離個鄰居就係咩啊？相反嘅顏色，即係呢個黑點。黑點。雖然頭先我話下奶媽，咁而家變身做奶媽啦嘛。咁而家我完成晒其他前面嘅面先啦，白點就對黑點啦 ，OK。你列晒出嚟先，我再教你。因為冇理由可以出㗎，佢咁俾翻你，你列晒出嚟。呢一邊又係啦，白點對白點呢個黑點啦。我明你講咩嘢，但係我覺得你睇書佢啫。我估係我諗下先。OK。畫完前面3塊面喎，我畫埋後邊3塊面喎，係由呢一點開始，白色即係呢一個位咧就係黑色啦。黑色、白色、白色，呢個咧黑色，新移白色，黑色呢個白色。上嚟啦，黑色啦，搞掂。咁應該咧就 cover 晒所有嘅面啦，而家 OK 未完喎，面 cover 晒啫喎，但係我哋仲有一個位置要畫嘅喎，中間呢一個部分咧，你見到係雕空嘅喺 cubic 裏邊，但係咧我哋要畫翻個網線喺度，1條線、2條線、3條線。望一望啦，呢一個中心位置嘅鄰居係咩啊？全部都係黑點啦，啱數有6個黑點啦，咁所以包圍住佢嘅呢個應該係白點啦 ，OK。咁樣就完成一個 NaCl 嘅 unit cell 啦。呢一條會有嚟出過啊！